哎呀，我呀，你怎么在这？我是特意来支援你，和你一起保护刘皇叔的。刘姑娘，这儿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你在说什么？那吴国太与孙权好歹也是一家人，你就不怕这是一场鸿门宴吗？放心吧，他们不知道你还有援军，我且去帮你查看一下四周，确保安全。来人，抓刺客！刘皇叔，可有伤到你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倒是让国泰与乔公受惊了。这好端端的，怎么会射入冷箭？都说南徐盗贼猖獗，看来是该管管，是该好好的管管。啊，老太太一紧张，手抖了一下。去，再给我拿个碗来。诺。刘皇叔，请坐。好，好，国泰。把他给我杀了！孙将军，这可是你的人。丁奉，我家主公诚心诚意的前来赴约，没想到你竟然安排人埋伏行刺。这是场误会，莫非什么歹人竟敢陷害本王不成？主公并未下令，是丁奉自己不满刘备久战荆州不让，还妄想取我吴国的郡主，实在看不惯就动手了。此事是我丁奉一人所为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刘皇叔是我的贵客，你居然行刺，罪不可赦。国泰请息怒。虽然丁将军逞凶，但是我毫发无伤，罪不至死啊。丁奉刺杀贵宾，理当处以死罪。哎，古人云“三军易得，一将难求”，再加上这丁将军常伴孙将军身边，立下过汗马功劳，我看还请孙将军饶过他吧。刘皇叔心胸宽厚啊，周某，既然刘皇叔都不追究了，我看一切从宽处置吧。丁奉谢过刘皇叔，谢过乔公。今日幸亏刘皇叔毫发未伤，否则我将错失这个女婿。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，刘皇叔深得我心，
这个女婿我认定了，你们谁敢动他分毫，那就是与我为敌。今天本想好好招待一下刘皇叔，没想到出了这么档子事。也罢，今天就先到此为止。等择日，哀家一定好好宴请刘皇叔和2位将军。那位姑娘好像受伤了，赶快去包扎一下吧。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那国太乔公，刘备先行告退。哎，哎，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哦，大半夜的，我不回来能去哪儿啊？哎呀，出去，我要休息了。你看我干嘛？小姐，你的手……哦，我的手很好啊，很好啊。轻点。小姐，你受伤了？怎么会受伤呢？疼不疼啊？啊？还有没有哪儿受伤啊？啊？呀，你闭嘴，吵死了！不过是点皮外伤，大呼小叫的做什么嘛？不行，这儿太危险了，我们得离开这儿。这要是让老爷知道了，非宰了我不可。我去帮你收拾东西。哎，你再动试试。小姐，你说你这是为了什么呀？好好的西凉郡主你不当，非到这儿跟那个赵子龙东奔西跑的受苦。我看他眼里根本就没有你。不准再提西凉2字。开门去。赵将军。赵将军来此有何贵干？我奉主公之命，过来关照一下牛姑娘的伤势。若主公不吩咐，你就不来了是吗？这个也是主公让你带来的？是的。主公让你来。我问你，今日若不是我，你怎会顺利拿下刺客？我可是帮你立了大功的，这么大的功劳，赵将军都不表示一下吗？多谢牛姑娘，子龙感激不尽。既然是感谢，总得有些礼物吧？可还记得我说过什么？送女孩子礼物啊，有2样东西是最实在的。恕子龙愚钝，不知道牛姑娘说的什么。啊，那我就只能直说了。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去问的那间礼服铺吗？我相中了一只发簪，不如你买来送我吧。这……哎呀，你可千万别以为我是占你便宜啊！不过是让你还我个人情。哦，我知道你的性格，若是不让你还人情，你肯定会惦记的。不过是买个礼物，不会太为难吧？不为难。让牛姑娘好好养伤，在下先行告退。金包玉，这个呢？这个是从西域用骆驼运过来的。
30两。30两，这么贵？哼，小号也开了10几年了，价格公道，是有口皆碑。嫌贵，这有便宜的呀。拿这个，这个便宜。啊，这2个也差太多了吧？你把刚才那个镯子拿过来，我又没说不要。哟，嘿嘿嘿嘿，哎呀，您要看些什么呀？我帮您介绍介绍。这个镯子还不错呀。哎呦，老夫人，您真有眼光啊！这个镯子可是小店的镇店之宝，放到这儿，您说您一眼就相中了，这也说明他跟您有缘分。那多少钱？50两。哼哼，你可真会做生意。嘿嘿，你这店里还有什么好东西？通通给我拿出来！我女儿出嫁的时候，一定得让她风风光光。哎，好，好，嘿嘿，您看看，还有这个，哎，您算来着了啊！哎，您看看这个，哎，还有夜明珠，夜叉国来的。嗯，啊，你看，哎，还有这个彩珠，多少钱呢？再加那个的话，一共170两。哎，小姐，行，通通给我包起来。哎嘿嘿，哎呀，哎嘿嘿嘿，哎呦，哎哎，嘿嘿，不错啊。慢着！哎，老夫人，您可千万不要相信他。方才他说这个镯子30两，到您这儿就变成50两了。对，小姑娘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小姐才没胡说呢，我作证。掌柜的，你也太黑心了吧！摆明了就是欺负老人家。我做的是买卖，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啊！你欺负老人家，我就是看不过去。如果你不把钱还给老人家，我就砸了你的店。哼，嘿嘿嘿嘿，好大的口气！来人，给我打！就是他是吧？是他。我平生最恨人讹我老太太。多谢小姑娘出言相助，否则我这老太太可就上当受骗了。我什么都没帮到，倒是老夫人您身手不凡，令宝爷佩服。小姑娘，你热情勇敢，比很多男儿都强啊。不如到我舍下去做做客，就算陪我老太太聊聊天。好啊，好啊，我刚到南徐不久，到时候老夫人可得给我讲讲有什么好玩的。没问题，而且我还给你准备我们南徐最好吃的东西。老夫人，不知老夫人家住哪儿？宝月如何找得到？你找到南徐最大的府院，那便是了。最大的府院。好，我等你。小姐，最大的府院呢？那要不然去看看。双儿，你知道吗？以前子龙在长山的时候，有个外号叫铁面侠。他行侠仗义，可是真正的民间英雄。
小姐，你这一路上一直在说赵公子的故事，我都能倒背如流了。就你那笨嘴笨舌的，怎么能形容出子龙的风采？小姐，你这么能说，还是想想见了赵公子要说些什么吧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跟子龙经历了这么多，语言已经太苍白了，光靠眼神交流，子龙便会知道我的心意。我看这世上最明白小姐心意的，当属那位姓庞名统字世言的先生。你这丫头越来越放肆了。双儿不敢，只是这南徐也不小，我们要怎么找到你那位独行人呢？我都不急，你急什么呀？只要子龙还在南徐，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见面。哎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哇，好气派的府院，小姐一定是这里。我们来到孙府了。怎么了吗？应该是这里啊，没错的。你知道孙府是什么地方吗？这南徐除了孙权，谁还能住得了这么好的宅子？是东吴之主孙权吗？难道方才那位老夫人是孙权的谁是谁？她要真的是孙权的谁是谁，那简直是天助我也！小姐，你说的什么？我听不明白。哎，刘皇叔此番前来东吴，就是要跟孙权的妹妹联姻。我们如果能混进孙府，要打听子龙的消息，就简单不过了。走走走，我们快走。国泰说有2位小姐前来，想必就是2位吧？国泰？哦，对，就是国泰邀请我们来的。走。宝月见过老夫人。不是国泰，双儿给国泰请安。宝月姑娘果然聪明，我喜欢。来，快坐。谢国泰。方才听双儿说，你刚来南徐呀？那你是从何而来呀？宝月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。哦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宝月父母双亡，早已没有家了，所以宝月四处流浪，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不过，我看宝月姑娘一定是出自大户人家呀。实不相瞒，我本来是幽州的郡主，可是我父侯惨遭袁绍杀害。我甚至连父侯最后一面都没有见着。幽州？那你父侯可是公孙瓒？正是。哦，我与你父侯虽然未曾谋面，但是我听说过他的事情。他为了自己的尊严引火自焚，不愧是一位英雄好汉。宝月姑娘，你要节哀呀。宝月从未向人倾诉，今日见国泰格外亲切，所以才一时失态。好孩子，你我相识即是缘分。这样吧，我现在收你为义女，以后我们孙府啊就是你的家了，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怎么，莫不是你瞧不起我老太太？啊，不，我宝月实在是太开心了。宝月没想到这么快又能有自己的家了。谢谢国泰，宝月又能有自己的家了。你还真是小孩子脾气。以后啊，你不仅有家了，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。姐姐？您说的是孙尚香姐姐吗？我这个女儿啊，也爱习武，你们俩一定聊得来。小姐好厉害，
承让了，我是孙尚香，想必你就是宝月妹妹吧？承让了，我是孙尚香，想必你就是宝月妹妹吧？见过郡主。原来你就是尚香姐姐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没想到你的功夫这么厉害。妹妹这大刀也舞得十分的漂亮。最难得的是，妹妹还有一副热心肠。妹妹与我母亲相识的过程，我都已经听说了。国泰实在是太和蔼了，尚香姐姐能有这样的母亲，真是幸福了。妹妹如今跟我们是一家人了，不必太过见外。不过是一面之缘，我想，若是能多了解一下，会更好。只是我总不能贸然去见他吧？这个好办，你让国泰请他入府。你想知道什么，先和国泰商量好，然后躲在一边，偷偷观察便是。妹妹真是机灵。姐姐，我听说刘皇叔此次来南徐，身边跟着赵子龙将军，是这样吗？这我倒是没见着。不过我听母亲说，这赵子龙倒是一表人才，允文允武。我还听说他为人正直，对主公忠心不二，不仅令曹操大将闻风丧胆，还单骑救主，十分勇猛。我看妹妹也是到了婚嫁的年纪，既然这赵子龙如此英俊勇猛，不如将你许配给他。姐姐，你别取笑我了。我可是很认真的哦。如果我真的能与刘皇叔成婚，而你又能与赵将军喜结良缘，这样岂不是亲上加亲，双喜临门吗？如今我认国泰为义母，此事还得听从国泰的意见。这个就交给我，我一定会为妹妹寻个如意郎君的。这是赵子龙的衣袍吧？好像看赵将军穿过。把衣服拿到我房间里。哦。哎呀，不就是缝个衣服吗？有什么难的？做什么？我，谁让你破我东西的？赵子龙，你凶什么呀？我看见你衣服破了，好心帮你补好，你还凶我。不敢劳烦牛姑娘，还请牛姑娘以后不要擅自动我的东西。赵子龙，你别不识好歹。我从小到大连我爹爹的衣服都没有补过，凭什么要受你这份委屈？明明我没有做错，到你这里就全成了我的过错。不就是件衣服吗？我赔给你10件8件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承认我是不够好，可是从小到大就是从来没有人教过我缝衣服。对不起，可能我说的语气过于严重了。不过这件衣服是青衣姑娘亲手缝制的，多少钱也买不来。那个青衣真那么重要？是，她是我生命中
最重要的人。可是如今他都已经不在了，为什么你就不能尝试忘了他？忘记一个人，谈何容易？就像爱上一个人一样。你都不愿意看看你周围的人，又怎么知道你不会喜欢上别人呢？是我不能接受，请牛姑娘不要把情感浪费在我身上。我愿意浪费，我就是喜欢你，我就是要对你好，我就是要把每一天每一个时辰都浪费在你身上。我不值得你这么做。没有什么值得不值得的。若是你觉得有愧于我，就请用你的真心回应。我可以不躲着你，我也可以和你做朋友，可是其他……我不听，我不听。我可以给你时间让你忘记他，可是也请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住进你心里。公瑾，我们这次甘露寺的行动又失策了，非但没取得刘备的性命，反倒让他做了一个好人。你可不知，我母亲现在真的把他当做一个女婿来看待了。公瑾知道主公一向孝顺，既然国太下令不准伤害他，我想主公也一定不会违例。公瑾所言极是，可如此这样假戏真做，我不甘心呢。主公不必担心，其实我早就有了准备，主公见过一人便知。贾华见过主公。自刘备等人住进驿站时，我便安排贾华进驿站当管家，虽不能常伴于刘备左右，但也算是获取了刘备的信任。既然刘备动不得，不如我们就先取了那赵子龙，此人一出，刘备与受困南徐无异。公瑾所言极是，取赵子龙要靠智取才行。公瑾可有什么良策？今日我来见主公，便是想到一计。不过这件事要由贾华去办。请主公都督下令，贾华必定竭尽全力。走吧，已经去了，不是我，不是你。呀，你去啊！你们俩干什么呢？国太，姐姐妹妹有话说。一个一个来，小的先说。哦，国太，您真的打算把姐姐嫁给刘皇叔啦？怎么，你不同意啊？没有，我觉得特别好。只不过，我觉得姐姐在嫁人之前，是不是应该见一下那个即将托付终身的刘皇叔？不能光听咱们说吧？是不是啊？这是你的意思吧？我是觉得，如果能够多一些了解，总归是好的。对，这个嫁人啊，不像买东西，比如说买贵了，或者买到品质不佳的，可以去找商家理论，或者跟他打上一架，吵上一架，然后让他们赔钱，是不是？我好像绕远了。那你倒是给我个建议，怎样去了解他呀？我觉得是这样，国太，我觉得您应该把这个刘皇叔请到府上，然后问他几个问题，让姐姐呢躲在屏风后，看看他的模样，听听他的想法，然后再观察观察他的言谈举止，您觉得如何？这倒也是个办法。母亲，您上次从甘露寺回来以后，对刘皇叔身边的那个赵什么来着？赵子龙，常山赵子龙。
听说赵将军不但长得英俊潇洒，而且颇有大将风范。我看宝月妹妹也到了婚嫁的年纪了，不如……姐姐，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个啊？你们俩呀，还互相打掩护呢，一定是提前说好了吧？啊，都怀着一颗待嫁的心呀。好，我的2个女儿双双出嫁，这可是双喜临门的好事儿啊！好事儿啊！可是我也不知道赵子龙愿不愿意娶我。我的女儿，她敢不愿意？这事儿我给你做主。刘备见过国太。刘皇叔果然有胆有谋，独自赴约，请坐。好。国太诚意邀请，我刘备哪有不来之理？只是我刘备如此大张旗鼓前来，其实是想表达对国太的崇敬之情，才出此下策。那老身就对你直言了吧，这次请你赴约，就是想看看你的胆量。你在这方面表现得有勇有谋，着实让我敬佩。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刘皇叔。好，国太请问，刘备当如实回答。听闻你曾有过2房妻子，不知刘皇叔对官场上的婚姻是怎么看待的？2位夫人对我极好，只不过如今他们已走，这天下还未统一，我常年征战在外，我对这个家实有亏欠。只不过这官场中的婚姻，我也身不由己。作为女子，嫁入如此的家庭，也甚是委屈。刘备认为，对于这样的女子，丈夫应该付出更多的关心才是。那你对你自己的妻子要求是什么品性呢？一直以来，对女子的教育，无非就是3从4德，相夫教子。不过在刘备认为，女子要有自己的思想，要有自己的喜恶，保持自己的个性，只要本性善良，这未尝不可。你的话我可是记在心中啊。今后要是我女儿嫁入刘家，你可要像刚才说的那样，用宽厚和真诚对待她才是啊。国太请放心，我与孙尚香姑娘虽然谈不上情深意重，不过今生我们能够成为夫妻，也是上天对我刘备的厚爱。我刘备当会珍惜这份缘分。哎，对了，你身边的赵将军可有婚约呀？这子龙，他尚未婚约。其实子龙啊，跟随我至今，一直在行军途中，也到了该娶妻的年纪了，只是没给他觅得一桩美好的婚约。唉，说来也惭愧啊。刘皇叔宽厚仁义，我看那赵将军一直对你忠心耿耿，且一表人才。
我有一个义女，性格十分讨人喜欢，模样也和赵将军很相配。不如我做个媒人，让咱们亲上加亲，如何？谢过国太的美意啊。只不过这婚姻大事嘛，还是要看子龙他自己的意愿。这样吧，待我向子龙传达国太的美意，再做决定。好，好。那这次就烦你做一次媒了。好，好啊！今日啊，是我来到南徐最高兴的一天。莫非国太和您商定好了吉日？不，而是国太给你许了一门亲事啊！啊？国太不就一个女儿吗？其实国太还有名义女，年龄啊，和这子龙相仿。国太还说了，此女长得俏丽，性格爽朗，特地啊想要许配给子龙。不行，这一定是个阴谋。牛姑娘何出此言？子龙是主公身边的大将，国太将义女许配给子龙，我觉得不过是想借此困住子龙。我看未必。哼，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女子吗？怎么能困住子龙呢？你说什么呀？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，说不定国太的义女善用诡计，迷惑了子龙呢。哼，你又没有见过那个女子，你就妄下定论。我不同意。总之，子龙绝对不能娶国太的义女为妻。牛姑娘，我认为你此番言论有些过激。这国太无非就是看到子龙这一表人才，文武双全，喜欢他不行，故才会有这样的想法。子龙，我觉得你应该向前看，说不定这门婚事啊，就能让你走出来。柳氏，你闭嘴！哪有你这样当兄弟的？你明知道子龙如今并无娶亲的打算。我怎么做兄弟的？轮得到你在这儿评论吗？哎，你们不要吵了。主公，子龙无意接受这种婚事。对，万万不能接受。此前我已立志，待主公成就大业之时，子龙才会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。哎，什么？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牛姑娘，你操什么心呢？管我操什么心！反正我是认为吴国太随便指一门亲事，子龙大可不必考虑。但他在伴随主公兴复汉室的过程中呢，还是应该多留意身边的好女子，珍惜一段来之不易的好姻缘。有吗？这儿哪有什么好女子啊？有吗？在哪儿啊？啊？哦，子龙啊，你凡事都为我着想，我感激不尽。既然你意已决，我也不再勉强。不过子龙，我是希望你与我再一同去拜访国太，谢过人家的好意。国太，刘皇叔和赵子龙求见。见过国太。刘皇叔和赵将军来得正好，我这儿刚泡好的茶，来，请过来尝尝。好，谢国太。赵将军，想来你已经知道我的意思了。既然你来了，咱们就一起商量商量。国太有心，赵瑜感激不尽。只不过，恐怕要辜负国太的一片好意了。哦，这是为何呀？啊，我那个义女啊，无论是容貌还是人品、家世，都和你非常般配。正因为如此，子龙更不敢高攀。什么高攀不高攀的？既然我给你介绍，就说明你们俩很般配，而且我也很看重赵将军你呀。承蒙国太的赏识，但子龙的确没有成家的意思。
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你别找些莫须有的理由来打发我。国太请息怒。之前子龙的确跟我说过，未完成抱负之前，不考虑儿女情长之事。那为何你答应我前去说亲？我看你们是拿婚姻当儿戏，这不是故意戏弄我老太太吗？刘备不敢。国太，是赵云不识抬举，和主公无关。赵子龙，你不过就是个将军，可你却如此自傲和清高。我就不信，我老太太治不了你。义母，义母，万万不可！宝玉，你们认识？哎，宝月姑娘，你这是玩的什么把戏呀？义母，您听我解释，千万别为难子龙。刘皇叔、赵将军，对不起了，你们先回去吧，等我处理好家事再说吧。哦，失陪了。义母，宝月并非刻意隐瞒，更无利用义母之意，还请义母恕罪。母亲，妹妹不过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幸福，还请母亲看在妹妹一片痴心的份上，不要责怪妹妹。我说过要责备宝月了吗？宝月，起来吧。来，起来。宝月，你跟我说说，你和那个赵子龙到底是什么关系呀？他曾在我父亲帐下待过一段日子，也曾救过父亲和我。不过我最早和子龙相识是在常山，他是真的英雄，他为了百姓击退了山贼。实不相瞒，我此次来南徐，就是为了寻找子龙。哦，像我的义女，为了追寻幸福到这儿，有勇气。你这门亲事，我帮你说定了。不，义母，宝月不敢有如此奢望，宝月只求能陪在子龙身边。子龙曾有一位心爱的女子，可是她往生了。宝月知道子龙他心里很痛苦，所以我不敢勉强。倘若子龙有一天真的喜欢上我，那个时候，义母再帮宝月做主也不迟啊。瞧这孩子，你都这么说了，为娘的就答应你。但愿这赵子龙早点被你的痴情所感动啊！母亲，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我今天可是遂了你的愿呐，把刘备给请来了，人你也见过了，怎么样？为娘我说的没错吧？母亲大人德高望重，阅人无数，上香从来不曾说过母亲大人说大话呀。这么说，这个夫君你也认了？上香全都听从母亲大人的安排。好。启禀皇叔，荆州那边传来急书。主公，何事如此担忧？军师发来急令，说曹操对荆州虎视眈眈，骚扰不断，还是希望子龙能够放下东吴之事，
立刻返回荆州，帮助协筹。我若离开，那主公的安危，谁来负责？说的不无道理，可是荆州的安全更为重要。可是吴侯已增派人手，加强驿馆周遭的安全，请将军无需顾虑。哎，我就奇了怪了，赵将军和主公商议军情，何时轮得上你这个做管家的说话了？小的失礼，小的这就退下。主公，小的不明白，荆州有军师坐镇，更有关张两位将军驻守，总不能让赵将军拆成两半吧？军师如此安排，一定有其道理。别忘，军师他料事如神。子龙，军机不可怠慢，请立刻返回去吧。赵云听令，这就准备。子龙，这荆州一去一回的，多麻烦啊！我根本想不明白，军师为什么这么安排。你也觉得不太合理吗？对啊。你照我说的做，就对了。赵子龙，你无路可走，乖做个淹死鬼吧！给我上！公瑾谋划有方，想必此刻赵子龙定成为江上伏师，正好报你南郡之仇。恭喜主公，赵子龙一出，刘备犹如瓮中捉鳖，到时候荆州便是囊中之物。贾管家，你这是？奉主公之命，前来收拾点东西。可客人还未走就收拾东西，吴侯如此，是否太过失礼了？哼，那得看这个客人是不是受欢迎。给我上！我有命，不容活口！公，子龙，我没事。赵子龙，你不是回荆州了吗？怎么会？刘将军，你呢？子龙这把百鸟罗凤枪果然厉害。吴侯的奸计，我早已识破。给我上！小心啊！给我的衣服！
你们胆子好大，连自家驸马爷都敢动。去，把你们的主公和都督都给我叫出来！哎呀，逆子，你现在还真不把我放在眼里了。我一再跟你说，不要动刘皇叔分毫，可你倒好，竟敢阳奉阴违，教唆行凶。母亲，你误会了，孩儿的用意。你不用解释，你是何用意，我还不清楚。你和周瑜串谋，就是为了要夺取荆州这块是非之地。全儿，你怎么能为了几座城池，就把仁义道德放在脑后啊？要不是子龙及早识破你的阴谋，阻止行动，那你恐怕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错呀！国太，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，与主公无关。周公瑾，你要是靠你自己的实力夺回荆州，那我老身佩服你。反之，你要是整天琢磨着害人的手段，那就还不如孔明手中的羽扇。刘皇叔无儿糊涂，让你受惊了。国太息怒，刘备如今无碍。这件事情，我们一定要给客人一个交代。贾华，你们一众人公然行凶，该当处死。至于周公瑾，国太，两家和睦为上，此事有惊无险，当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还请国太放过他们吧。玄德仁厚心肠，令人钦佩呀。国太，以老朽之见，这成婚大喜之事，切勿再见血光啦。也罢，你二人替他求情，责罚免除。可是全儿，你得当着刘皇叔的面给个说法。母亲，这怎么？你没有说法？那我说了算吧。我要给刘皇叔压惊，他和上香的婚事，今天就定了吧。3天之后是个黄道吉日，我看就定在那天吧。母亲，全儿，你赶紧张罗起来，不得有误。诺。多谢国太成全。这次能够化险为夷，全靠子龙，多亏你了。啊，对了，你是如何知道贾华的身份的？主公，你可还记得，我们刚刚住到驿站的时候，主公在夜里遇到了刺客。我出来查看，没有见到人影，反而见到了贾华。虽然他已经换了装扮，但一双黑色的布鞋和他平日里的装扮十分的不同。从那以后，我对贾华格外的注意。果然是心思缜密，不错。只不过当时我接到军师的书信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有质疑呢？隔墙有耳，我同意了主公的安排，不过是为了将计就计，而后面的计划便如同主公所见。好啊，这次危机也算是因祸得福了，多亏你了，功不可没呀。承蒙主公的夸奖，子龙只不过是尽自己的所能罢了。主公和郡主的美事，老天自会保佑。且慢，皇叔有何吩咐？这牛玉姑娘2次救了我，又受了伤，倒不如你把这汤药给她端去，也算是表表我们的心。是，主公。
没想到赵将军竟然亲自送药过来，小女子真是受宠若惊。让牛姑娘几次相助，还让你受了伤，在下真的很惭愧。我已经没事了，小伤而已，没事。哎，别动了，那个药趁热喝了吧。苦。良药苦口嘛，为了伤能尽快的好。牛姑娘，你忍一下。我真的没事啊，天天逼我喝这么难喝的药，简直比受伤还痛苦。赵子龙，你要是真的感激我、关心我，你就带我去那家老店吃桂花糕吧。可是，你这伤……放心吧，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。吃完桂花糕，我保证乖乖喝药。好。小二，哎，来了，客官。给我们来2份桂花糕，1份牛肉，半只烧鹅，还有1坛好酒。哎，好嘞，您稍等。等等，我们不要酒，你不可以喝酒。酒是你的。军务在身，我滴酒不沾。哎呀，小二，别理他，照我的吩咐去做。哎，好嘞，客官。牛姑娘，你为什么总是要为难我呢？这怎么算为难呢？堂堂男子汉不喝酒像什么话？再说了，刘皇叔婚事已定，你已经完成自己的任务了，我们得替刘皇叔庆祝一下才是啊！只要有一日还在南徐，我们就不可以掉以轻心。哎呦，你能不能不扫兴啊？只是喝个酒而已嘛，又不是要你的命。凭我们2人的聪明才智，这孙权、周瑜皆不是我们的对手。放心，放心了，你就放心吧。小姐，你看，那不是赵子龙吗？子龙，怎么你也在这儿啊？夏侯青衣啊，又来一个！我和你认识的那位小姐一点关系也没有。那你是谁？你又是谁？我是子龙的朋友。我从来都没有听子龙提起过你，想必你跟他也没有什么交情吧？我一路上呢，也从来没听子龙提起过你啊，想必你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。我可是军师派来帮助子龙的贵人，我叫牛玉，你可记清楚了。牛玉，子龙，为我们这次胜利干杯！难道你不知道子龙他不喝酒吗？他只是不跟你喝而已。牛姑娘，你伤势未愈，最好也不要喝了。好，既然你这么关心我，那我听你的。宝月，上回见面匆忙，我也没有机会多问，你怎么会在南徐，又怎么成了国泰的义女？我是因为有外人在，不方便说，不如我们换个地方去说吧。也好，咱们也很久没见了，牛姑娘。哎，赵子龙，你不许走，你答应今天陪我吃饭的。啊，子龙，我来南徐是专门来找你的，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这样吧，牛姑娘，你不如在这里等我，我送完宝月就回来。你先自己吃一些东西，记住了，不要喝酒。你要走便走，还管我做什么？谁？对了，你刚才说有很重要的事，不知何事。子龙，你跟那位牛姑娘，是因为她长得很像青衣，所以才……她是受军师所托前来找我的。之前是青衣，现在又多了一个牛玉。哎呦，我这辈子是不是跟这张脸有仇啊？子龙，我来找你，
是有件事想跟你说。什么事？我决定了，以后跟你一起行军。怎么了？这难道不是好消息吗？我们以后就可以天天在一起，上阵杀敌、做饭、洗衣，我都愿意。我怕我没有时间顾及你的安全。你放心好了，你保护主公，我保护你。你可别忘了，我曾经也有一支军队。谁敢抢姑奶奶的酒？你怎么变成我姑奶奶了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自然是来找你的。哦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呢？当然，有人通报于我了。哎呀，这个死马前，竟然敢出卖主子！哎，你也不能怪人家，要不是人家及时向我通报，我又怎么会知道你安然无恙呢？我还能有什么事啊？说吧，你大老远的来找我干嘛？哎呀，我说妹妹，你怎么离开西凉这么久，脑子变傻了？我来找你，自然是带你回家。不回。这是父侯的命令。谁的命令我也不回去。你说说你，你真是从小被惯坏了。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，天天到处乱跑，成何体统？哥，我现在不能回去，我正在办一件大事呢。不过这件事情要是办成了，我就更不能回去了。说什么呢，语无伦次。我呢，正在给你找妹夫呢。要是成了，我自然得跟着我的夫君走啊。哎呀，你说这话真不害臊。有什么嘛？人心都是肉做的，会动感情很正常啊。难道哥就不会喜欢上别人吗？